今次美加墨世界盃呢，創下咗史上最高嘅觀看人數紀錄。根據 FIFA 官方同埋業界嘅分析統計，全球累積睇波觀看總人次呢突破50億啊！但係喺中國就好奇怪喎，睇波熱度呢就好低喎。我哋呢度嘅足球氣氛係近30年嚟最低嘅一次啊！熱度比歷屆嘅世界盃、歐洲盃都要低啊！嗰啲微信群呢好安靜，冇咩人講世界盃話題嘅。微信朋友圈呢亦好少見到有人發世界盃嘅相關內容，身邊傾下比分嘅人都冇嘅。除咗啲退休工人，去到茶樓同啲退休工人吹下水呢，仲有機會傾下世界盃，講下琴晚嗰場波打成點啊，你買邊度啊咁。但係我哋身邊嘅人呢，就基本就冇人約出嚟睇波噶啦。喺杭州蕭山機場旁邊嘅一間茶飲店啊，佢係賣檸茶、奶茶、咖啡嘅，夜晚啊賣酒嘅。個老細為咗今次世界盃啊，籌備咗半個月啊，特登買咗部超清嘅投影機翻嚟。佢諗住世界盃梗係好多人嚟睇波飲酒噶啦，咁啊諗住索翻少少咁啊。個老細發咗4000條微信嘅邀請短信俾啲客戶啊。結果你估點啊？揭幕戰嗰晚啊，食蛋啊，零人到店啊！我有一晚去咗廣州嘅荔灣路一間室內嘅燒烤檔食宵夜嘅。呢間宵夜檔呢，有個大熒幕睇波嘅。嗰晚凌晨1點就有場波嘅，葡萄牙5-0大炒烏茲別克斯坦嘅。照計呢場波係好多人睇嘅，C 朗喺中國係好多 fans 嘅。結果成間店呢，只係開咗3張台嘅啫，其他全部都係空嘅。佢總共啊12-13張台度啦，可以想象得到嘅氣氛係有幾冷清啊！呢啲情況我真係從來未見過啊！我1994年開始睇世界盃，嗰陣時我好細個，仲讀緊書。嗰陣我仲係一個真正嘅球迷，平時5大聯賽啊，時間啱嘅話我都會追住睇直播嘅。睇唔到直播嗰啲呢，就睇重播。每逢禮拜日呢，都有睇體育世界啊或者 ESPN 嘅，咁啊會講翻成個禮拜嘅足球比賽啦，或者係邊個球星啊轉咗會啊，從邊度轉咗去邊度啊，咁啊我都會追住睇嘅。平時打機呢，又係玩下足球遊戲多嘅，FIFA 啊、實況啊都有玩嘅。依家就唔係啦，依家只係一個偽球迷嘅啫。係世界盃、歐洲盃先會睇下波嘅，平時嘅聯賽已經冇睇噶啦。偽球迷啊，中意睇球星比較多啦，有 C 朗啊、夏蘭特啊、麥巴比啊、美斯啊嗰啲咪追住睇咯。我記得94年嘅世界盃呢，又係喺美國舉行嘅，羅馬里奧同白必圖啊嘛，呢對夢幻組合啊帶領巴西啊攞咗冠軍啦。98年嗰屆啊仲精彩，嗰支巴西隊啊仲犀利。朗拿度、李華度、羅伯圖卡洛斯，粒粒都星嚟嘅。結果係0-3輸咗俾東道主法國。法國有斯丹啊嘛，梅開二度啊。英格蘭啊對陣阿根廷，碧咸啊食咗張紅牌啊被罰咗出場嘅，搞到英格蘭啊輸波。成間酒吧嗰啲女球迷啊都係為咗睇碧咸嘅。不過98年嗰個時期呢，我中意睇意大利嘅。有羅伯圖巴治奧啊嘛，恩沙基啦，迪比亞路啦，嗰個時期平時都中意睇意甲嘅。去到02年世界盃呢，就喺亞洲舉行嘅，日本、韓國合辦啊嘛。呢屆嘅巴西啊，有史以嚟最華麗嘅3 R 組合，朗拿度、李華度、朗拿甸奴，仲有羅伯圖卡洛斯、卡卡、丹尼神，哇，真係星光熠熠啊！巴西第5次奪冠啊！跟住一路到2018年，每逢世界盃啊、歐洲盃啊嘅足球氣氛都係好高漲嘅，好興成班 friend 約出嚟睇波嘅。一係啊酒吧，一係啊宵夜檔，一係啊乾脆去卡拉 OK 開間房飲酒睇波，仲會攞個皇冠網過嚟撳下嘅。咁啊細細地玩下，刺激啲啦。輸咗就當買飛入場睇波啦。反正嗰陣啲夜場啊、食肆啊一定爆晒棚嘅，全部要預早 book 台嘅。如果你臨開波先去揾位啊，咁你停翻屋企啦。咋臨 call 下啲朋友，睇下有邊個開咗台嘅，即刻走過去搭台啦。
一入波啊，哇嗌到啊，全場一齊歡呼啊，成條街都聽到吶喊聲。嗰啲微信群幾百條信息唔停咁刷屏啊。第二日返工啊，啲同事啊個個都黑眼圈嘅，講嘅話題最多嘅就係琴晚有冇睇波啊，今晚買邊隊啊，讓幾球啊。今年嘅2026世界盃啊，我未見過咁冷清嘅世界盃氣氛嘅，只係我哋呢度冷清啫，人哋歐洲啊、日本、韓國、南美洲啊嗰啲足球氣氛唔單止冇減退啊，係有史以嚟最狂熱啊！今日網上有啲人呢就話係個時差問題啦，今次喺美國、加拿大、墨西哥舉行，咁啊令到我哋呢度嘅睇波時間就唔係咁方便啦。咁啊呢個亦都可以係一個因素嘅，但係並非所有賽事嘅時間都有衝突噶嘛。雖然有啲比賽係我哋呢度嘅凌晨3點、4點，甚至係早上嘅9點、中午嘅12點。咁啊，呢啲時間確實就唔係咁方便嘅。第日要上班嘅話呢，就確實睇唔到噶啦。但係有啲賽事係我哋嘅凌晨12點、1點呢啲時間段嘅比賽呢，理論上應該係最多人睇嘅。嗱，中國嘅2026、2030年世界盃嘅轉播權呢，就係央視用咗6000萬美金買咗嘅，然後啊轉賣咗俾咪咕同埋小紅書。仲有廣東電視台嘅體育頻道啦，咁啊小紅書咧就花咗17億人民幣就買咗轉播權嘅，咪咕亦都使咗成10億人民幣買轉播權嘅。嗱，我就喺小紅書睇嘅，在線睇波嘅人數咧幾百萬啦，千零萬啦。去到7月15號、16號嘅半決賽，法國對西班牙、阿根廷對英格蘭。咁精彩嘅賽事啊，小紅書在線睇直播嘅觀眾數量啊，最高嘅時候都係得2000幾萬人咋。最後呢幾場比賽咧，已經係算多人睇噶啦。小組賽嗰啲只有幾百萬人、千幾萬人在線睇。咁啊，對於一個14億人嘅國家嚟講咧，呢個在線人數嘅佔比係好少噶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啲人話係版權問題啦。好似抖音啊、B 站啊、快手啊呢啲大家平時刷得最多嘅平台咧，今次全部退出晒版權嘅競爭啊！即係話只要你敢喺呢啲平台發佈一啲世界盃嘅內容，就會被系統判定為侵權，馬上被下架。據說今年中國係號稱史上最嚴嘅版權令啊！個人嘅話咧，你條片就會下架。如果係公司發佈呢，分分鐘會俾人告、被罰錢，即係話你唔可以喺呢啲冇版權嘅平台發佈同世界盃比賽相關嘅內容。咁啊，呢個亦都可以講係一個影響啦。依家抖音係國內排第一嘅社交媒體啊，幾乎人人都會用抖音嘅。咁啊，世界盃喺抖音被限流呢，自然就會降低個熱度啦。咁啊，我覺得經濟環境變差係最大嘅一個因素啦。依家就算平時啊，嗰啲酒吧啊、宵夜檔啊都淡晒噶啦。啲人為咗慳錢啊，講嘅係減少無效應酬啊。出嚟睇波咪無效應酬咯。成班豬朋狗友出嚟睇波，肯定要使錢嘅，都已經揾唔到錢噶啦，咪減少不必要嘅開支咯。所以大家都有共識。算啦，都係喺屋企睇波算啦，無事出街少破財啊！咁啊，對於啲偽球迷嚟講呢，喺屋企睇波冇氣氛，乾脆又唔睇添，睇唔到希望嘅生活，磨滅到啲人都冇晒激情啦。世界盃本嚟就係一種娛樂，飽暖先思淫欲噶嘛。當一個人去到下個月開飯都成問題嘅，或者正喺度憂愁緊下個月嘅租金或者供樓費用嘅人，娛樂往往就成為最容易被放棄嘅嘢。其實個世界係冇變嘅，依然充滿激情。變嘅只係呢個地方嘅人與事。當一個人冇晒激情嘅時候，同條鹹魚冇乜分別噶，只係覺得呢個地方同全世界嘅距離越嚟越遠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